站起，腹前脸直背，前倒一鞠躬，坤倒一鞠躬，请坐下。各位，咱明年，咱各位昨天前来电，大家下午好。目前下午好。时间咧袂足紧吼，已经要结束咱今日的这个2点半钟的这个课程班。相信讲这2点钟的内底当中，咱大家感触良多，感受良多。因为虽然咱坐这2点钟，而咱的心，拄则咧讲念头是咱念不出来。拄则我对起来，也有人在想讲，负责讲，但是讲我负责。去讲咧到底吼，我要来做面嘛，我要创哪面嘛？迄个心就忐忑，我袂讲介久，继续我袂讲介久，大家放心。不过一个问题足重要，就是讲今日咱咧开这个班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物件，你毋知有感受。